三千9早，欢迎收看今仔日1月7日，公司台记台早起新闻，我是柯兴竹。新闻一开始，咱来关心健保署内底是标出内部的员工，那亲像是泄露民众个人资料，而且时间已经有13年这么久。检调伫昨昏发动搜索，去朝已经退休的健保署姓叶的前主任秘书，也有现任一个姓谢的科长，甲一个姓李的员工因办公室也有徛家。经过审问，今日透早，姓谢的科长是以涉嫌违反国家情报工作法，以10万块交保。那另外2个人是无报请回。要不要澄清一下？怎么讲？说明的。已经退休的健保署姓叶的郑主笔，对着镜头拢唔讲话。崔国汉互人移送台北地检署复审，检察官伫咧复审了，有伫姓叶的郑主笔无报请回。鲁明，你资料都写给谁啊？健保署传出内部的职员泄露民众健保个资的备案，已经有13年。检调分别约谈姓叶的郑主笔，甲现任的上保科科长等3人，经过审问，称亲戚外头姓李的职员无报请回，姓谢的科长涉犯国家情报工作法，有令10万块交保。科长，你是从事间谍工作是不是？你把资料到底交给谁啊？泄露的个资数量有偌济，是毋是可能流向境外的势力？检调还佫伫咧进一步清查。健保署崔国汉发声明，讲目前专案还佫伫咧查，健保署尊重并且配合司法的调查。若是有当人涉及到不法的案件，绝对照规定依法处理，也将会强化内部的查核等防治工作，防止民众的资料被非法使用或者是外漏。记者综合报道。中国的疫情当严重，不过中国伫七八已经开放国门，中国人即摆会当出国旅游。日本就宣布讲，针对中国甲澳门直飞去日本的航班，入境日本拢爱做体检，而且嘛爱提供出发进前72点钟内体检阴性的证明。不过伫东南亚一寡国家，亲像柬埔寨、印尼甲新加坡遮拢无要求，是无条件开放中国观光客去佚佗。因为中国初八开放边境，方便民到海外旅游，所以日本政府自初八加强边境的检疫措施。自中国本土出发的直飞航班的民众，入境就要做抗原定量或者是 PCR 体检，甲提供72点钟久内体检阴性证明。这里也会进一步对澳门直飞航班做同款的入境体检措施。根据统计，到初5的1礼拜内，自中国入境的4895人内面，验出408人体检阴性，占比8%。因为东南亚国家是欢迎中国的游客入境，包括柬埔寨、印尼加新加坡等国家，拢宣布对中国来的游客免做体检就当入境。不过泰国是要求，所有入境的游客拢要有做过2期有辐射的证明。估计今年到泰國觀光嘅中國遊客至少有500萬。มันก็น่าจะมีฟื้นตัวครับอย่างน้อยเขามาเขากินเขาใช้เขาเที่ยวอะไรเงี้ยเงินทองเขาก็จับจ่ายครับผมอย่างน้อยก็ถ้าเกิดเขามานั่งสำล้อผมก็ได้มีรายรับส่วนนั้นน่ะ。因為歐洲國家比利時則都宣布要對中國入境嘅航班做病毒檢測，在初八第一台高飛嘅班機就驗出陽性反應。不過樣本內面無糞便，無法度分辨是毋是新嘅病毒變異株。在中國開放邊境了，入境中國嘅遊客，一個要登去故鄉過年嘅人是愈來愈多。Our daughter is coming in today because there's no quarantine, so we're just thrilled that China has done away with the quarantine policy. 中國政府統計，估計今年春節前後40天，會有21人回鄉回國，甲去年比差不多增加1倍，也恢復到疫情發生之前春節人員流動的7成。公司新聞陳思彤報道。關心國內疫情，咱國內昨昏是新增加16900多個本土病例，死亡個案40例。目前咱國內的疫情，也有大邊入境的病例病毒株，攏是以 BA.5 為主。不過本土病例內底 BA.2.75，也有 BF.7的比例攏有在增加。另外，金門縣長陳福海是希望中央愛規定中國入境的旅客愛提供48點鐘內 PCR 陰性的證明。不過，咱疫情指揮中心是表示講，政府暫時未安尼先做。
新冠本土疫情继续滚价，初九增加10902例本土病例，中重症114例，死亡40例。另外，中国入境确诊者基因定数也出来，依然是 BA.5 为主流变异株，第二是 BF.7， 爱做的是本土定数，虽然也是 BA.5 较济，不过 BF.7 加 BA.2.75 病毒株有增加现象。BA.2.75 是由上周的19%增加到这一周的28%哈，那 BF.7 的话只是从5%升到9%哈，所以这后续到底是哪一个这个变异株会比较成为我们下一波的主流，目前还有待观察。因为金马地区春节小三通전환已经复航3天，金门第一天阳性率将近2成。金门县长陈福海建议中央批判入境旅客提供48点钟 PCR 阴性证明，不过指挥官王必成表示，暂时未安尼做。他回到这个他的居所之后，应该是要再做一次快筛。那如果要出门的话，要有2日内的快筛阴性的这个结果。我想以这样子的防护之下，我想暂时我们是不会去要求这个48小时的这个 PCR。为保护弱势族群健康，指挥中心已经请地方政府规划针对低收入户、中低收入户甲游民，然后新生障碍手册的人，罚每人1份有4支家用快筛剂，估算差不多180万人受惠。为7月开始开放新一轮，因会领1份5支快筛试剂，对象是0岁到6岁学龄进前囡仔，甲65岁以上老大人。记者综合报道。在当这关心天气，今仔日东北季风小可变强，加上华南喷河区向东边线，北台湾温度会小可下降，而且会落雨。咱同齐来看温度。今仔日东北风小可增强，北台湾天气会转凉，日时的高温大约20度，其他所在今仔日高温是22度至26度，南各地低温大约是17度至19度。因为华南喷河区向东边线，所以北部、东半部、中南部山区拢会落地渐雨，关山有机会会落雪。那明仔温度就会回升，水气嘛减少。拜四到拜六，各地日时拢是温暖舒适的天气，敢若东半部会落雨。抑过拜六暗开始有风面甲冷空气会落南，温度会大下降，可能嘛达到大陆冷气团的级数，乡亲爱注意这几天天气的变化。继续关心，因为咱政府扣的税金有涨，所以行政院即马宣布，过年后一个人会分6000块的现金全民共享。国民党团即马是提出税收敲定特别条例草案，主张一个人爱分1万块。国民党团嘛表示，只要立法院的议会会当延后到19，安尼就我会赴伫过年前完成3套。行政院宣布，行税民众按算伫过年了后，全面普发6000块的现金。国民党立院党团开记者会提出税收敲定特别条例草案，主张金额提悬到1万，而且表示，若立法院延会到19，一定用伫年前3读通过，呼吁赶紧开条件协商，互民众能好好过年。我们就告诉行政院，你不会的话，你可以抄我们的，没有关系。好的东西我们不怕，你抄，你就跟我们走，只要我们延会到16号。19，所有的法定程序通通可以走完，绝对可以走完。对国民党团的提案，民进党立法院总调郭启明指出，一定优先处理总预算案，还未讨论到是不是延会。刚才我们内部还没讨论到这一题，对不起哈。但我也不知道国民党等一下在议场会怎么样，我们看国民党怎么样，我们再回应好不好？刚才在内部也没有讨论到这个所谓要发现金的问题哈。我当然愈早通啊领就愈好啊，因为这个是全民的事情啊，站在国会一定是尽最大的努力嘛。这是发红包现金6000块，互那也认为是互民众增加罪恶感，还佫比这期机制发钱，苏清昌也澄清。至于有超乎预期的税收，当然要等到审计结果出来，7月才能动用，但是可以来预先来关于财务的应用，后来再来整个回补，不会增加债务。对行政院发现金，和总统府未获欢迎的讲法，苏清昌强调，作业拢是一步一步来的。记者综合报道。世界乡亲同齐关心今仔日报纸的重点，咱先来看联合报。
财政部前部长苏建荣是表示，退税予民众一个人分6000块是假议题。伊认为钱有种应该先摕来行债务，若无就是甲债务留予子孙啊。伊认为何况即马总预算加特别预算财政收入还阁拍袂平，还阁无够。严格行政院发言人是对外表示，本现金毋是退税予民众的概念，是经过疫情了后，政府甲经济成果、经济成长甲全民共享。来关心自由时报，根据彭博社报道，高盛集团公司这礼拜会启动有史以来规模上大一波裁员。在经济环境无稳定的状况之下，要降低人力成本，大约有3200个人会无头路，超过1/3拢是核心教育部门甲银行部门。来关心中国时报。华府智库战略甲国际研究中心针对台海的战争兵棋推演的结果，即马是显示，中国在2026年用武力拍咱台湾，美军来援助台湾，安尼中国要拍赢是无啥可能。而且中国现代化的海军嘛互拍甲稀咧咧，也毋过美国、日本甲台湾虽望会赢，啊毋过嘛会真惨。美军会损失2架航空母舰，啊若台湾会剩无电、无基础设施的空壳。继续关心，西北岸中国的解放军伫东部的战区宣布，要伫台海附近的海空进行军事演练。嘛强调讲，因是反对外部的势力，也有反对台湾独立。咱国防部嘛公布，有监测到57架中国的军机飞来侵扰咱台湾，而且有28架爬过咱海峡的中线。总统府谴责中国的军事活动，嘛强调台海和平甲稳定是两岸共同的责任。强军东部战区公布新年备战画面，7月半暝宣告要伫台湾四周围海空域组织各军种联合战备警巡，也甲实践的演练，反击外部势力甲台独分裂势力交结的挑战行为。这是2023年东部战区头一届多兵种演习，也是让14天又搁伫台海四周围有动作。好，命中目标。打得漂亮！美炮棒歼20伫空中进行对抗训练的影片，象征台湾的意识正重。国防部也公布到初九透早，拢总查到共计57架次超过海峡中线进入西南空域，各有28架次三面包围。国军运用任务机舰加华迪飞弹系统严密监控，会坚定保卫主权甲国家安全。国防部要强调，共军以莫须有的指控，采取不理性的挑衅行动。已经严重的破坏台海及区域和平稳定。总统府谴责强军伫台海四周围的军事活动，强调台海和平稳定是两岸共同的责任，也是国际社会共同期待。学者认为，新年东部战区军演除了针对美日要举行的国防会，也是要恐吓国际，卖甲台湾加强关系。用军事手段想要来恫吓台湾，同时传递他的不满。那事实上，我的观察是，北京这种做法就是他会面对更多的后坐力。Every attempt to change the status quo by force or threatening to do it by force is, from an international standpoint, and from our standpoint, unacceptable. 到底强军军演的时阵，德国自民党国防委员会议员访问团到台湾访问，行政院苏贞昌感谢带团的17万主席，唔惊中共的压力，坚持来访问甲台湾徛斗阵。访问团也表达反对武力改变台海现状的立场。记者综合报道。立法院伫昨昏嘛通过做编恢复一党的查教案，伫2024年要开始实施。另外，陆军嘛要规划新编5个海岸守备旅，以做编做一党的在阿兵哥为主，主要是部署伫咱的西部，也就是中国有可能会登陆的所在。通过下。立法院初九通过期末役役期恢复做1年，2024年会实施。未来国军会增加兵员，提升战力。面对要增加期末役战力，陆军规划新编5个海岸守备旅，做接受1年役期期末役谈的专职部队。因应敌情威胁以及国土防卫作战的需求，在民国113年前，逐次的来编成5个步兵旅，平时担任新兵训练的任务。战时则担任守备任务。
这5个海华小皮女主要部署伫西部，分别是桃园杨梅、苗栗斗焕平、嘉义徛顶、台南大内、高雄凤山，由各作战区规划部署伫各地特定海华。地点时，小皮部队爱运用航道、障碍甲兵火力来确保区域安全，佮支援主战部队作战。王毅组织敌军抢进海堡，国军展现火力，互对方无法度打到国土。专家认为，这守备原本是后备部队，也就是退伍官兵，佮调回训练负责。即马改由现役官兵，今年义务役编习的守备女，战力有希望大大提悬。解放军他们会进攻，会登陆的。西部是首当其冲的一个区域，所以会优先在这个地方的建立他守备的兵力。专家表示，海华守备女除了人力强化，更加重要是装备爱进步。面对敌军登陆部队，大部分是精锐兵力。海华守备女的武器至少爱甲一线部队同款，佮落实训练，才发挥集战有警，阻止敌军进犯。记者综合报道。国际新闻来关心巴西的局势无啥平静。巴西是发生民众不满选举结果的暴动。上新的消息是目前人伫美国佛州的巴西前总统波索纳罗，伊因为腹肚疼去大病院，病情是无大解。那巴西境内波索纳罗的支持者冲入去总统府、冲入去国会所发起的暴动，即马已经有咧收煞。不过波索纳罗伊冇出声，伊认为支持者的行为伤过超过。即马人伫咧美国非洲的巴西继位前总统波索纳罗，找到因为腹肚疼大医，伊牵手证实波索纳罗腹肚疼无爽快，正伫咧病院观察。是因为2018年伊伫咧竞选总统扫街造势时阵被刺杀的旧伤发作。路透社引述瓦郡波索纳罗的人士的讲法，讲伊的病唔免担心。波索纳罗被刺杀了，几落遍因为肠仔塌掉的大鱼，伊是伫10天前离开巴西，到美国的佛州，调工未去参加选举总统高检。美国总统拜登即马有来自民主党内人士的压力，要求将波索纳罗遣送登去巴西。We have not, as of now, received any official requests from the Brazilian government related to Bolsonaro. Of course, if we did receive such requests, we treat them the way we always do. 民主党籍德州联邦众议员卡斯楚甲媒体讲，美国无应该是这位伫咧巴西煽动国内恐怖主义的专制主义人士的庇护所。共党继续派众议员寇蒂兹伫社群媒体打文，要求唔通搁再提供庇护，互人伫非洲的波索纳罗。波索纳罗腹肚疼送病的前一天，伊伫巴西支持者撞入去国会，引起不乱，互人想到2年前美国国会山庄发生的攻击事件。即马巴西的军警已经将国会外口的示威民众赶走，也将因大的布棚拆掉。Tô guerreando por nós. Por favor, para de ser aqueles bonequinhos que fica assim, ó, faz isso, faz aquilo. 波索纳罗否认煽动支持者，并且讲这款骚乱人士已经越界，已经吹背几落千个波索纳罗的支持者撞入去国会，最高发现也个总统府造成大暴动，引起国际社会注意。这也是巴西自1980年代民主化以来，暴动人士对政府机关所发动的上大攻击。公司新闻吴文玲编辑。继续关心美国纽约市有2间主要的病院，伫初9的时有超过7000个护理师发起罢工，因伫病院的门口外口示威抗议。因的诉求是要求爱改善长期人力不足的问题，伊嘛要求要加薪水。几落百位护理师伫咧病院外口，唔是伫咧病房内面照顾病人，因为美国纽约市2间主要病院——西奈山病院、加蒙特菲尔医学中心，甲护理师工会协议讲袂好势，超过7000位护理师初9示威，抗议无合理的护病比。Nurses don't want to strike. We would rather be inside, taking care of our patients, but safely in a safe manner. Currently, we have 550 vacancies. That is an anomaly. When I work in the ICU, I'm supposed to only have 2 patients. I have 3 to 4 routinely for the past 5 to 6 years. 护理师工会发动罢工，是希望伫咧通膨影响下，争取更加好的待遇，也个改善长期以来护病比的问题。纽约州长霍克尔希望工会甲病院将纠纷提高已经进行中的有约束力的仲裁，也希望卫生当局根据法律强制执行护理人员的配置要求。Last year,
a law was passed in New York State. Yes, it was. Yes, which it was. required safe staffing. What does that mean? It means the imposition of ratios from patients to nurses. And was it enforced? No. 并发声明讲，已经提供3年期加薪19%的合约，全力伫咧找新的护理师，并会重新调配救护车，也重新安排手术的剧情。癌症的病人爱去其他的病院治疗，当前拄则出现诱因也被迫爱转院。And we are not going to stand by when this hospital puts profits over patient care. We are not going to stand by when they have ran this operation into the ground and now have 500 plus vacancies. It's utterly ridiculous. 其实唔那是美国、英国的护理师工会，去年12月中也发动8年来第一遍大罢工，超过10万位护理人员上街头示威，因为工作量太大，再加上通膨严重，要求加薪19%，但国甲当局的谈判是也无结果。这个月10日，估计也有超过1万位救护车工作人员的罢工。公司新闻郑伟玲、吴其昌编辑。为着要拼市场，特斯拉即马伫中国是宣布，搁再要降价。若介绍甲3个月前比，上济是差24%。这是引起一寡3个月前才买车拄交车嘅中国民众不满，遭去特斯拉各地头的店头抗议。大地民众来四川成都一位特斯拉销售中心外大声话维权抗议，部分人士甚至甲店内的水甲四手或者精商品抢了下线。类似抗议也伫咧北京、上海这个所在发生。会这么生气，是因为特斯拉较无3个月来2届伫中国宣布降价，互拄仔买车的车主现买现了。We think with the resources here that we can build the Shanghai Gigafactory in record time. And we're looking forward to hopefully having some initial production of the Model 3, this vehicle, towards the end of this year and achieving volume production next year. 特斯拉看好中国市场，4年前伫上海建造超级工厂，这几年因为疫情封控加竞争激烈，才影响销售无亲像预测。统计显示，特斯拉上海厂去年12月卖55700多台电动车，比11月下降44%，也比去年同期减少21%。为了消化库存，特斯拉只好减产，小零线降价。甲3个月前比起来，特斯拉2款主要的车款降价幅度达到13%至24%，其中 Model Y 目前降到人民票259900，差不多是1167000台票，甲台湾差约要100万。特斯拉毋但伫中国降价，尾仔嘛宣布调降伫日本、南韩甲澳洲的售价，目的是要刺激对上海厂的电动车需求。台湾特斯拉主要为美国甲德国进口，目前无调整售价的消息。公司新闻詹慧敏编译。今日国际上还有啥物大代志？加详请咱同齐来看世界。驻日本奥基纳瓦的美军陆战队指挥官是表示，美国和日本的武装部队即马正在整合，嘛会扩大合作。若菲律宾即马嘛同意美军除了原地5大基地，会搁加5大另外基地，甲美军共家用。安尼合作，拢是因为要对付中国有可能会拍台湾。来关心乌克兰的东部战事是真激烈，俄罗斯有对外放风声，讲因用飞弹拍死600个乌军，但个乌克兰讲无。另外，俄罗斯的军方攻击乌东，乌军即马嘛调派搁较侪部队去遮应付。来关心天主教教宗方济各针对国际局势有发表讲话，伊讲俄战争当中，总共是对一般老百姓的地区无差别的攻击，安尼是犯下违反上帝、违反人道罪。另外，伊嘛谴责伊朗用死刑来对付争取女权示威者，而且嘛有批评巴西不满选举结果的暴动，对民主的发展无帮助。在镜头，搁转来咱国内，咱来关心台北市立委补选，国民党王宏威和民进党的吴怡农即马拢开始下票。民进党各选书党内即马真侪人拢呼吁讲爱内阁改组，而且嘛有人咧批评行政长苏贞昌无是爱做官无爱落台。那苏贞昌的查某囝苏巧慧昨昏有跳出来替老爸讲话。车队扫街向选民下票，台北市立委补选结果出来，民进党吴怡农虽然落选，不过找到透早都赶紧下票。胜选的国民党王宏威是规划持续开始下票行程。
不过，这摆选战内容干来少数5000多票，以控制数汪峰培高内容是不是会再度对决的？我相信只要我做得好，他们一定会愿意再给我机会。我觉得我没有什么资格会把谁去当假想敌。还是非常恭喜他，刚刚败选，那所以新年的第一步，当然还是谢谢每位支持我们的朋友。是不是各战以控制数内容无将为公司？不过行政长苏贞昌肯定内容的努力。在这样的时间、这样的选区拼出这样的成绩，难能可贵。不过我们也是对于这样多的选民支持而没有办法赢得胜选，觉得很对不起，也要好好检讨，还要再加油。民进党为9合1大选，嘉义市长选举到台北市立委补选吞3连败，显示党内受创压力复原，而且一直有内阁改组的声音。苏贞昌阁被批评留恋行政院长的位置，不过苏贞昌的查某囝苏巧慧跳出来斗相共讲话。院长从政40多年。其实一路走来始终如一，保家卫国、护台佑民都是他的信念。那真的是没有看过挡子弹还要被说恋战。另外，最近苏贞昌请官员甲公职员食饭，被解读是毕业餐会。苏贞昌讲，年尾民间用每月自餐来感谢员工，政府也同款，借自餐来肯定防疫影响者辛苦的同事。一方面也是爱同事伫咧春节期间依然来坚守位置，为国利民。记者综合报道。9合1的选举选线甲单已经过外过，毋过伫中华的竹塘五庄村，最近有人是检举讲，这个所在选举的时有人买票，所以有200外的村民即马是互警方叫去庙埕爱做笔录。嘛，因为这个庄仔头住伫遮的拢是聚会人时代较济，互叫去做笔录是真紧张。伊嘛赶紧伫新民的面头前画冤枉，讲因绝对无摕钱。新民造住，新民造住。中华竹塘乡五庄村的村民来到当地后天宫对新民救助，强调家己无收乌西钱，会这样生气是因为接到警方通知，要到庙口做笔录。我也无摕啥半项，我也无共收啥，安尼创一出的。我太惊，咱正当中也无做啥歹代志，要干啥啦？你无？你有收到什么买票啊？是？拢无要他摕哈。村民讲，规个村有200多人陆续收到警方的告案通知，有长辈烦恼家心神不宁，困也困袂好。9合1大选结束1个外月，因过检警接到连名检举有人买票，为初二开始陆续约谈，进前已经有150多岁村民家己到丰原分局做笔录。初到约谈最后一批50多岁村民，新任的村长也伫名单之列。你讲你买票要偌济？买1000。我原先是口罩跟打火机尔，对不对？那个2块钱而已。选输啊！乌白含糊喷人，大家共讲人拢买票拢共检举安尼，足夭寿的。老伙仔大家是安尼，心脏病咁要举落来。村民怀疑可能是某一个落选的人提出检举。中华检方强调一切依法办理。本件的侦办是掌握相关事证，那相关的通知程序都是依照刑事诉讼法的规定来办理。中方表示，查获行动并无因为大选结束停止，也有掌握相关证据。也过村民强调，党会去考验，也希望重早查明真相，还好当地一个公道。记者综合报道。为着要抓有一寡人罚单唔纳，也阁有甲政府欠税。法务部的花莲执行署即马是和花莲的警方合作，利用车牌系统，即马伫苏花界咧查车，要甲一寡有欠国家的钱的轿车甲查落来，要求车主爱现场纳不清，若无轿车会当场封闸扣。欠税甲无纳罚单的民众爱注意，行苏花界真有可能都会互警方伫部分路段查落来，因为法务部执行署利用车牌辨识系统，就会当找到恶意欠款的义务人。有一位杨姓义务人，那他有自欠营业税、牌照税、劳健保费，还有交通违规的罚单，合计约14万多元。那当场呢，他是缴清现金5万元，那来查封车辆作为担保。除了这之外，也有其他4回欠税甲无纳罚单的义务人封查落来，其中包括汽车也互锁定。若讲现场无纳清，就会封扣车。伫一定时间内，若有不纳车辆就会封拍卖。目前的专案的成果大约是28万元左右。那主要查封是一个手段，还是希望敦促民众用比较积极的态度来处理国家的欠款。对于使用科技执法稽查，华东的民众看法无同。
现在不怎么投了，因为总是有人的口袋不是那么方便啊，对不对？欠国家的哦，该缴的就要缴，对，这是没有错。执行署强调，华东地区下个长，定找袂到欠罚单加税款的义务人，所以才会利用科技执法哪早。那考察的目的是督促欠款人赶紧缴纳，也会当协助办理分期。记者综合报道。伫台北嘅内湖有56年历史嘅私立学校文德女中，拍算伫112学年度要停止招生。学校是表示，因为受即马囝生少嘅影响，董事会已经通过停止招生嘅决议。即嘛是台北市这几冬来第5间停止招生嘅私立高中。淡薄暗淡嘅红棕标甲气质价嘅看板。在伫台北市内湖56年的老牌私校文德女中传出要行入历史。2022年，文德女中甲美国富汉私立实验中学合作，111学年度推出国际双联学位班，不过由于无法度挽回，学校表示受到少子化冲击，董事会已经通过停招。优先保护而且保障所有的学生及教职员工的权利。目前董事会的确已通过停招，那校内的停招我们还在积极的与家长及学生沟通讨论当中。学校董事会开了会议说他们要停招，也送了停招计划书，但是学校并没有办理相关的会议做说明，包括了我刚才提到的校务会议要做说明，还有课发会要做说明。在这些资料不全的状况之下，我们没有办法核定他停招。台北市教育局表示，文德女中2022年9月有申请招生一班，教育局也伫10月底核定，12月底率突然来问讲要停招，不过停招的计划欠部分的文件，暂时无要核定。学校表示，下补齐资料，只是文德女中停招的消息，已经是伫洪济中学了后，台北市最近几年第5间停招的私立高中。全国私校工会表示，连都市2林区的私立中学拢停招，少子化冲击真严重。赶快去检讨辖内的各师中的财务状况，依照失效退场条例的一个指标，把那些财务已经恶化、明显影响校务运作的学校，都应提报到教育局退场审议会去做审理。该纳入预警学校的就纳入，该公告为辅导学校的就应该尽早公告。游研会表示，除了台南之外的6都拢也未处理学内私立中学的退场状况，也呼吁地方政府应该赶紧处理。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高雄的大树区有几哪个所在，即马还搁咧用地下水，亲像得了还搁有大树灾，甚至搁有一寡所在申请牵水道水管，申请10多档啊，拢失败。水公司即马是表示，因为若是牵落去，平均一户成本是超过60万，因为价钱伤悬，所以才无法度上架。不管洗碗、压水还是煮饭，这个伫高雄大树利用山中社区用的拢是地下水。当地居民讲，争取设自来水管线已经10多年啊，有8户居民同意增设，不过管线经过所在有一个地主无同意时间，所以卡掉的。只有一位他不签，他希望政府用征收的，但是政府说你这个是已经继承道路了。我不会帮你征收。住户讲，规个社区用水挖靠地下水，真正需要相关单位协助解决。除了利用山庄大树3号里，还有部分住户无自来水通用，30多年拢用地下水，也互当地里长早起趁市长视察净水厂工程进度的时阵，现场举牌啊订正。都无啊，有钱我今日来要创啊。自来水公司市区管理处回应，当地是因为每一户施工工程成本超过标准，才一直无法度进行验工工程上架。那个用户的名册，目前的这个用户太少，那使得我们整体的这个评比成本过高，那超过水利署他们无自来水严管的这个标准，每户60万。市区管理处表示，这个案目前有14户申请，也差2户才符合规定的费用，会阁甲居民协调，不过就算审核通过，验工费用敢负担大水管，民众要申请研究主体，也需要细水管的安装费，也甲申请费用，估计要2万，由用水户负担。记者综合报道。安
那伫桃园的3溪抽水站是水管破去，造成南桃园超过30万户临时要停水。也过经过3天的抢修，昨昏大多数拢已经恢复送水。即届水管破去，嘛造成一寡人到人家厝饮水，因即马是要求赔偿。做来水公司是表示，损失伫10万块以内案件会赶伫过年前赶紧赔。桃园龙潭3溪抽水站水管爆开，造成南桃园大停水。中正节车口早起6点，水来99%，只剩少数水管尾地势较悬，甲南山偏僻地区无水通用。水来了没有？水来了。几点来的？我不知道几点。来呀。哦，来啊哟。我这是自来水。毋过，有市区民众反映，厝内底水毋是伤细，就是无水通用。台水局区处表示，市区用户无水大部分是停水时阵，将莫大小害器将莫大关起来，也就是有水时阵，内底有空气，和水无法度通过。用户端它可以打开它的水龙头这些用水设备，让空气从管线里面排出来，那水就会在跟空气排空之后，水就会出来了。针对水管爆开时阵，大水冲击面体造成家具、家电饮水，受灾户要求赔偿。台水自区处也已经派人到受灾户厝内底财损勘查，泄露这户上严重，面积大，土石流入去的量也上大。有些清的部分当然有些是可能你会找人家清，有人家清当然都有单据。如果没有找人家清，有可能自己少部分自己清的，我们也会给你钱去补贴你了台水自区处表示，会用上好上紧的原则补偿居民损失，chế造举行协商会，来用上灵上紧的方式处理赔偿代志。有个财损金额伫10万块以内案件，会赶伫旧历年前完成赔偿。记者综合报道。咧要过年啊，今年的过年有较早，台北市卫生局伫进前就先针对传统市场甲餐厅一寡所在抽验食品，其中桃园豆干业者黄日村有2种商品互验出防腐剂超过标准。另外，专利福利中心嘛有卖2款对中国进口的白木耳，互验出有致癌的物质。目前这些货拢已经回收，袂使购买。这2款产地是中国的白木耳，伫超市通路互抽验，结果验出违规添加物，可卖数。这款生长调节剂虽然是合法农药，不过依照咱国法规，目前只允准用伫大细乌白甲菊花，袂当加伫其他农作物。有发现，就是从中国大陆进口的白木耳，它有一个生长调节剂克美数不合格的记录，依规定呢，它是不得检出的。所以目前抽出来的有7件是不合格的产品。警方摕来做甜品的白木耳，伫8支年制食品抽验中无合格率上悬，不合格品项多好拢是来自中国，违法添加生长调节剂。另外，定方用来炖汤的特性无合格率也有38.5%，也有巴西蘑菇互验出残留重金属。另外，汤圆知名豆干业者有2个品项互验出防腐剂微量超标，北市卫生局已经移请地方卫生局处理。我们在抽的时候，基本上验都是低于标准值的，应该是我们在投料的时候，造成它拌料不均匀啦。业者表示，家己抽验无问题，不过接到卫生局通知，第一时间已经落价改善。台北市卫生局表示，这摆专案稽查是伫11月到12月之间，拢已经通知相关通路落价完成，佮追溯源头。其中有1间位伫台北市的贸易公司，因为无法度提供品项来源，直接罚款3万。记者综合报道。若过年嘛是送礼大月，若是烦恼过年毋知要送啥物礼，咱台湾是水果王国，台湾的果子会是一项选择。亲像屏东的礼物，即马提早大出，农会即马嘛包做礼盒仔，要抢过年送礼商机。工作人员当咧无用家一箱搁一箱的礼物做分级的包装，才有正受市场欢迎的水蜜桃礼物、摇把丁的乌珍珠礼物。今年的过年是较早，加上气候稳定，屏东南州的农民就甲产期又较头前，准备来抢过年送礼商机。今年的莲雾会比较早，是因为过年提早的关系。那我觉得我们南州，我们屏东南州的那个果农很厉害，就是栽培技术很厉害，因为他可以提早可以想说，因为过年他就把我们做了一个产期调节，所以到现在在今年的时候，我们从10月底的时候，那一个莲雾都已经有开始慢慢陆续在产出。那我也是希望说，有想尝鲜的那一个消费大众，
也可以来多订购我们南州地区农会的莲雾。去年真侪民众老化食无，今年农会提供电话佮网站的预约，另外摇礼盒、送礼送台湾果子也真体面。你要订购的话，你可以在那个打电话来我们的农会的那个供销部，或者是到我们的官网这一边来做订购也可以。那我是希望社会大众要保持就是要把握这个当下想尝鲜的，可以尽速来订购，因为我们都可以采预购，还是看你什么时间，你想要送礼的时候，都可以来跟我们做一个预约洽购。即马新主文到旧历正月时就会使来送礼。另外，要提供莲雾的加工品，介意食莲雾的民众，即马食莲雾当特时。记者综合报道。若食物件唔通食到饱伫肚，无食较饱，较健康是真正有影。这是永明交通研究团队即马对线虫的身躯有得到证实，限制食落去的量会当促进细胞自我再生，会当让脑坏速度变较慢。若这项研究嘛对研发抗脑坏药啊真有帮助。食较少会当活较久。永明交大团队利用0.1公分的线虫做主要的实验动物，发现平均生命周期干2礼拜的线虫，只要每礼拜检查过，寿命就当延长3至4礼拜。就是饮食限制加跟这个支持作用中间的这个连接的一个蛋白酶。那我们发现到这个蛋白酶在吃东西比较少的时候，它就变比较少；吃的多了，它就变多。研究团队表示，一寡动物实验中证实，饮食也是热量限制，有助提高细胞自噬作用，可当达到延慢老化的效果。这个透过实验进一步发现，饮食限制会利用 SAMS1 加 SET2 这两个真重要的两倍酶来改变细胞中染色体做两倍甲基化程度，也就是当线虫互人饲较少的大肠杆菌的时阵 ，SAMS1 两倍酶表现较少，就会影响做两倍的甲基化，自噬作用就会较明显。饮食限制之后，有一个叫做 SAMS1 的这个蛋白质呢，它的量会下降。那当它下降的时候，它影响到了另外一个 SET2 的下降，活性下降之后呢，主蛋白的甲基化就跟着下降。那后续的这些跟自噬作用有关的基因呢，就会上升了。研究团队表示，老化速度会当互环境因素调整。这个重要研究，互科学界进一步了解饮食限制甲自噬作用中间的分子基转，有助科学家设计抗老化药物，进一步发展唔免检查，买当延慢老化的方法。记者综合报道。根据健保署的统计，2011年10岁以下生发育上过早的囡仔超过25000人，这是比疫情进前加倍2成。医生是表示，即卖细汉囡仔拢介意食猪肉，爱食甜的，佮爱啉手切茶，而且加上疫情的关系，囡仔拢伫厝内耍电动、耍手机啊，无去运动，这拢是造成囡仔早熟的原因。进甲酥酥脆脆物件，配汽水，还有甜甜的糖啊、巧克力，这种高热量的食物是袂少囡仔上爱的。啊，不过若食过头，可能就会大哭、性早熟，恐起来袂大汉。颗粒我一定是不会让他们吃，然后太多加工食品我也不会让他们吃，对，尽量就是原型食物。有添加物的那些就是糖果、零食，其实也是尽量避免。对，因为毕竟环境荷尔蒙这些影响，其实我觉得在这一代的孩子是还蛮多的。根据健保署统计，0岁到10岁以下青春期早熟的就医人数已经为2017年14791人到2021年已经超过2.5万人，而且2010年疫情发生了后，人数比前一年增加17.2%。医生表示，所谓青春期早熟，是指囡仔提早进入青春期，也就是查某囡仔伫8岁进前，查某囡仔伫9岁进前开始出现第2性征，而且食伤过侪高热量食物，会伫囡仔体内转变做结出来智能油，引起内分泌来乱去，致使性早熟。另外，爱看3、4少运动，也拢是危险的因素。青春期来的比较早的话，的确在后续在成长的生长板的部分，它就会变得比较早端起来，然后所以就是太早青春期的小朋友，那也许后续到青春期的状况会长得比较矮，这样居家大家都使用3C啊，很少在青少年这个部分，这个消耗热量跟运动的时间，体重是增加的。而且，国健署调查发现，2017到2020年7岁到12岁囡仔生过重甲大考比例有16.7%，囡仔逐工食5种的菜、洗、水果的比例无到1成。医师表示，
台湾囡仔身过大考是亚洲第一，要预防性早熟，除了减少饮含糖的饮料、食甜的物件，也要加运动，而且要有充足困眠。记者综合报道。文化新眼界来看，文化部伫昨昏时宣布，今年开始企业评鉴要搁加一项指标，若是支持艺文产业的公司就会当加分，希望企业会当带头来协助咱国内的艺文发展。透过民间组织的拍拼，企业 ESG 永续经营的理念，总算将文化产业嘛划入范围。长期推动文化的科技产业代表董祖贤表示，台湾所欠缺的就是整合的力量，希望有资源的企业家会当带头协助艺文的发展。我们的文化呢，只是欠缺某一些到最后一个关卡呢，必须整合的这个力量，把这一些力量导引到可以协助去做文化生生不息的创造的力量。我们对于文化的这个呈现呢，可以是很多的这个层次，很多的样貌。文化部初九伫国家戏剧院办记者会，宣布对2023年开始促进文化发展，正式变做公司永续发展的指标。未来对文化活动有贡献的公司，伫企业评鉴会当加分。听到这个消息，艺文界表示欢迎。对文化艺术表演一直是一大步。一个社会不能只有科技或是资本市场，一定要有人文素养的社会。那至于艺文呢？我想这是企业精神的必要。那企业家支持我们呢，其实就是支持这些良能跟美好的艺文艺术。有民间企业到小厅，让美文工会好好发挥，为本土艺术做出回馈。记者麦上陈宝罗台北报道。早起看世界，镜头来去奥地利。奥地利的中部阿德蒙特修道院的图书馆是世界上上界大间修道院的图书馆。建筑物的本身就是艺术，配合因即马伫社群媒体宣传，互这个所在人气正旺，请甲抓袂掉。1776年起的阿德蒙特修道院图书馆，巴洛克式的建筑，让人感受到知性甲宗教的神圣庄严。注定圆形大片的壁画，是为启蒙运动时代，展示人类科学加美术的进步演化。一个以天主教死的最后现象，死亡最终审判，天堂甲地下做对在洛可可式的雕刻。收藏的主也是全世界修道院图书馆上多。这个伫奥地利中部几百年的本土化修道院，最近用网络推广了，大家更加知影。Wir haben die Bibliothek, Videos der Bibliothek, aber auch Fotos auf diversen Reiseplattformen und auf Kulturplattformen gepostet, geteilt, hatten viel mit Influencern zu tun und haben uns bewusst dazu entschlossen, die Bibliothek als das Highlight des 阿德蒙特修道院有两位会晓网络行销的修士，伫咧线顶宣传，也提供线顶精神指引，而且会当虚拟参观图书馆。改变大家以前对修道院正翕、正无趣味的印象。社群平台触及率自2018年一个月1万人，增加到一个月2500万人，并对正热门的朝圣地点。去年休热一个月就来15000人次参观，强迫无法度负担。严格也是正欢迎游客来参观翕相。Admont ist ein Kloster, wir sind ein geistliches Zentrum und als Mönchsgemeinschaft ist unser wichtigster Raum, war immer die Kirche. Die Bibliothek hat uns natürlich berühmt gemacht und ist bis heute, es ist unglaublich, man braucht sie gar nicht zu bewerben, es kommen die Leute von sich aus, man weiß, was man hier findet in Admont. Sie wird irrsinnig gerne fotografiert. Sie ist ja auch ein wunderschöner Raum. 宣传正成功，和阿德蒙特修道院摕到奥地利政府的特殊成就奖，也接到真侪使用场地申请。除了研究人员甲历史学家以外，自时尚宣传到流行文化要翕拢有。严格员工会严格把关，使用的目的甲修道院的宗旨袂用差伤多。公司新闻是会中编译。再来关心环境，伫澳洲的西北部最近是有热带气旋，嘛出现100年来上界严重的水灾，大草埔拢互引起变大江大海，那一寡所在交通嘛断去。另外，伫美国加州的北部是透风落雨落大雪，元旦甲打嘛已经安尼造成6个人死亡。
为空中看，大片草坡甲林地拢浸伫土水中，一座城镇的桥梁也互大水冲掉。澳洲西北部拄着热带气旋袭击，受灾上严重的金碧利地区这几天落一年的雨量，部分城镇交通中断，变作孤岛。需要以直升机疏散民众，也是运送救灾物资，连地市顶动物也受灾殃。当局形容这是当地100年来上严重的大水灾，呼吁民众暂时唔通前往重灾区。澳洲总理艾班尼斯拜一亲自前往视察。 Today as well, we've had immediate announcement about support that's needed on the ground to help people be able to build back. That support is emergency financial assistance. It's also support for people to rebuild their housing, as well as to look at emergency support for contents as well. 看到灾区道路桥梁严重受损，艾班尼斯答应会提供联邦资源协助重建，也会对受灾户补偿。伫即摆水灾发生之前，澳洲东部去年也捌失败爆发大水灾，专家烦恼气候异常已经变作常态。 镜头转到加州，自原来起来，加州北部就因为来自太平洋的大气河流加炸大气旋的相当袭击，伫本地大雨成灾，搁伫山区落创纪录的大雪。目前已经知影至少带走6条人命，其中包括一名幼童因为倒气树仔底害处不幸死亡。沙加面对这位查甫人，也因为未赴抢救厝边，感觉艰苦。My tree part of my house here snapped off and landed on my neighbor's tent, and cut open the side of the tent, pulled her out, and she was unresponsive, and her breathing was barely there. So 到礼拜2早起，加州有望有超过46万户家庭断电。气象预报显示，这波遮尔歹的天气会继续到拜2。公司新闻张惠敏编译。 那全世界沙漠化的问题，即马嘛是愈来愈厉害，包括美国、巴西计共有11个国家，正在推动非洲绿色长城计划，要去种树啊，要来改善沙漠化。那即马中东的国家约旦嘛拍算要加入。规个看起规片拢是黄沙，就算是有湿物，也是拢连连。这是中东国家约旦大部分地区的情形。参加立法工作的专家讲。 约旦9成以上的土地有酸化、劣化的问题，只敢拿1%适合种树啊。Changing in the lifestyle of the Bedouin living there, over exploitation of vegetation cover, overgrazing, and replacing the tradition or the nature vegetation with a new land practices such as barley cultivation in those areas. 研究人员 重新搁加种一寡本地食物，安尼是会当伫咧雨季的时阵，互土壤含较侪水，维护日头晒甲打气。另外，本土食物较容易适应当地气候甲温度，较会当冻热，较免压水。对约旦这种欠水的国家，省水是真重要的。I think it would be really a good idea to concentrate on rangelands and do restoration. In that part and in the desert, and because this would lead into land restoration. 根据联合国的统计，全世界生活伫咧欠水情形下的人口有23亿。若是无设法改善，到2030年进前，因为欠水爱被迫迁徙的国花难民会有到7亿。公司新闻徐嘉玲编译。 当在关心今仔日各地头的温度，伫北部的温度上低17度，上悬22度；中部的温度上低17度，上悬24度；南部的温度上低17度，上悬26度。 东部的温度上低17度，上悬23度；外岛的温度12度至20度。感谢乡亲收看，祝您平安顺心，明仔载早起9点，咱再会。